雖然你生活中面臨住好多唔同嘅困難或者一啲困境，但係你身邊亦都有好多人願意去幫你，願意同你行過呢一條路，所以就真係唔好放棄。其實我小學嘅成績普遍都唔差嘅，但因為嚟到新嗰間中學，可能個程度比較深啦，咁我好多科方面都揾唔到自己擅長嘅位置啦。咁而幾次考試成績比較差之後，就開始有啲打擊到我啦。再加上我嗰時細個就比較衝動啲啦，咁所以就曾經下定決心過，就我唔讀書，我 hea 完呢一個中學嘅時間之後出嚟揾嘢做啦。佢最初嚟到咧，其實出席率係一般般嘅。佢最嚴重係遲到嘅問題。去到高中咧，其實佢就開始大個咗啦。升中四嘅時候，面臨一個揀科嘅情況啦。咁我自己有啲科目我都係比較想讀嘅。咁我自己決定就係話，今次我就要好好地讀書，希望爭取一個機會，可以選擇到我自己想讀嘅科目啦。同埋最印象最深刻嗰時候係應該有個我哋嘅級主任叫 Miss Lin 啦。咁佢嗰時候見到我同埋嗰時唔同嘅老師都覺得我讀書上都有啲天分。嗰時就鼓勵住我慢慢讀書啦，而嗰時候俾一個好大嘅信心，就係我中試由一個位數嘅分數變咗做一個70幾分、80幾分，而呢一個經歷就其實係話咗俾我聽，原來自己都係讀到書。佢高中咧同初中咧嗰個學習態度啊，以至到咧佢成個人咧係唔同咗嘅，真係陽光咗好多，同埋咧佢對學校嘅投入感啊，你見到佢嘅出席率啦，你見到佢嘅考勤啦，都有好大嘅進步嘅。2022至2023學年獲嘉許嘅超凡學生程正倫，佢嘅成長好唔容易。中小學階段一直住喺家舍，升中時面對學業挫敗，老師嘅鼓勵讓正倫願意嘗試努力。同一階段，正倫轉到新嘅家舍，偶然發現自己嘅夢想，種種經歷讓正倫重燃生命動力。其實我自己最大嘅夢想係想做一個米芝蓮嘅廚師嘅，我好中意見到啲人食完我整嘅嘢食之後嗰種滿足嘅感覺。而真正啟發到嘅係我喺中一嘅時候喺一間新嘅家舍裏面有個活動，類似一個煮嘢食嘅一個比賽咁樣啦。咁嗰時我同另外一個 roommate，我哋就煮咗一個甜品啦，佢哋都食咗都覺得好好食，咁就嗰時候就俾咗個獎我哋。咁我嗰時就開始真正對煮嘢食有興趣。正倫自從發現夢想，就持續把握機會學習同埋實踐，更加透過築夢計劃為家舍嘅家長同小朋友煮咗一餐飯。身邊一直陪伴住佢嘅人都見證住佢嘅實踐同埋堅持。佢直情係有專屬圍裙，而嗰個圍裙寫住廚神呢字嘅，咁所以通常都冇人夠膽着起佢嘅。有時星期六日家務助理唔喺度嘅時候，咁佢都會主動請纓，可以幫手嘅時候，佢就會走入去幫手啊。由去整一個普通嘅芝士蛋糕，佢成日都會問啊，你覺得今次我整呢個蛋糕同之前嗰個有咩唔同？旁人係好感受到佢對呢一個煮嘢食嘅熱愛。佢自己有一份諗法或者目標，但係好少人可以持續咁樣實踐出嚟。佢中意煮嘢食，而佢真係會喺家舍去實踐呢樣嘢。作為一個中學生，要面對課業壓力或者係興趣，要分配好多時間，而佢仍然都願意去將時間投放喺呢度，呢個就係佢嘅熱情。喺我哋做家舍嘅同事嘅眼中咧，其實最擔心係啲年青人佢唔識煮嘢食。我要差唔多走啦，差唔多離社嘅時候，我就要可能向家務助理啊、向家長去學點樣去煮嘢食啦。但係阿正倫咧，佢就係調翻轉，佢初嚟嘅時候，雖然佢可能真係識簡單嘅一啲煮嘢食啦，因為佢嗰陣時仲係一個小六嘅學生。咁慢慢佢可能上網會去睇片啦，睇下人哋點樣煮啦，之後自己去試啦，繼而之後就教翻可能其他年青人，教翻其他細路咁樣。其實見到係欣慰嘅。正倫嘅堅持同埋努力感染住身邊嘅人。透過閱讀《超凡學生手記2》，佢再次認清自己心底嘅渴想。呢一份渴想反映正倫對旁人一份簡單嘅珍惜。最中意睇嗰個 chapter 就係一個，假如我嘅生命裏面剩翻1個鐘，我會想做啲咩？嗰時我真係問我自己，其實我想做啲咩咧？我最後會想就係可能一班朋友或者身邊重要嘅人一齊坐低一齊食餐飯。呢個就係我最想做嘅嘢，同埋我自己未來有一個少少嘅一個好希望嘅畫面，就係喺海邊開一間餐廳仔，唔需要係一啲好高檔嘅餐廳，但係可能可以令到啲食客食得開心，同埋可以食得溫馨，就已經係我一個好大嘅夢想。喺正倫嘅成長中，看見佢嘅踏實、堅持、珍惜同埋感恩。我哋相信每一個生命都有佢獨特嘅超凡特質，邀請你都一同發現生命中嘅美好。